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5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历代志下卷34章20节到33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改革。咱讲到伫基督徒的性命必须爱被更新。但是对伫迄个离开上帝的国家，也是这个群体需要被改革。这其实嘛是改革中产生的原因啦吼。因为伫中世纪天主教的腐败，兴起了真济安尼一个搁一个的宗教改革家，一直到伫1517年，马丁路德被天主教来甲伊赶逐。伫中北欧德国的遮个诸侯甲即个因的守护的下面，兴起一大群期待教会改革的教会基督徒的军队，所以就有改革中的教会兴起。初期，即群人被称作路德的军队者，就是 Luther 的后壁加一个 AN Luther。所以伫路德宗，也是讲咱称作圣义宗的教派，就安尼来出现。相时嘛有人叫因是抗议宗 （Protestant） 啊，拉丁文是讲 Protestio 啊 ，Protestatio 啊。因为伫路德伫德国的这个威登堡诶，即个教会咧要伫外口打一个95条抗议文安尼来号即个名啦吼。教会改革上重要诶诉求，就是当初时诶主张咧，着爱回归到伫圣经诶原则。历代志下卷34章20节到33节，咱嘛看到以色列人因背离上帝诶道路，敬拜偶像。一直到伫约西亚王的时代，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兴起改革，回归伫上帝。经文来讲，王吩咐希律家沙番的囝亚希干甲这个米迦的囝阿伯顿，书记沙番甲王的人臣阿珊雅讲：你去为我。为以色列甲犹大留落来的人民，将所发现即更册的话，请问上主，因为咱的祖先无遵守上主的话，无照即更册所记载的假事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。对安尼，希律家甲王所派的人，拢做伙去见女先知何烈代。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，沙龙是汉尼哈斯的孙，德瓦的囝。何烈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，伊就甲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伫犹大王面前读一切所记载的咒诅，降在下伫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，因为因气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激我受气，所以我要将大受气摒落伫即个所在无煞。毋久，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着听我对这个所在甲遮的居民警告的话，你就着忏悔，伫上帝的面头前来谦卑，搁挺离衫，伫我的面前低靠。我有听到上主讲，我要互你的平安。来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座遐，你袂阁看到我所要讲伫即所在，甲遮的居民一切的灾祸。因就去将遮的话对王来回复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政长了，
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太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住民、祭司、利未人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嘛，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伊的位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专心全意顺坦上主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实行即卷册所写所立的约的话，伊就要互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的人民拢答应遵守即个约。耶路撒冷的住民就遵守因甲因列祖的上帝所立的约。约书亚将国内一切可恶的偶像除去，搁互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服侍上主，因的上帝。约书亚活第一日，人民顺坦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拢无偏离。因开始学习忠心来跟对上帝，因祖先的上帝。咱来看见耶稣基督降生了后，约瑟甲玛利亚就将耶稣带到伫圣殿，照约的例来献祭。这是西面就一时一直咧期待以色列复兴、改革的一个仆人。伫为着甲耶稣基督进行献祭的仪式，并且嘛宣告主的救恩。路加福音25章到第2章25节到38节安尼记载。迄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面，这个人义佮敬虔，一直在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甲伊同在，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进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入去伫圣殿，拄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来，要照着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讲：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来离开世间。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睭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着万民所准备的。伊就启示外邦人会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光。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的话，去关系这个婴仔的事，真着惊。西面就甲因祝福，佮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这个婴仔受选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，真侪人爬起来，佮真侪受攻击的记号，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。你本身的心嘛会互来检测探过。佮有一个女先知安娜，是亚瑟之族的法莱勒的查某囝，伊已经老啊，伊结婚佮甲丈夫生活7冬，现在已经84岁，伊拢无离开圣殿，每日服侍上帝，敬正祈祷。拄迄时，伊嘛来感谢上帝。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这个婴仔的事。所有领受着救恩的人，就爱被改革，就爱回转来上帝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要用权威严来做三称。上主用威严做三称，用气力做大厦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野涌，大水野涌出大声，大水野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洋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享受的救恩的恩典，互阮会当领受信心的充满，甲主同坐倒，心灵被更新来跟对主的脚迹，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